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又能够在一起聚集来这里敬拜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用拍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他，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起来，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不停拍手来赞美他。赞美主圣名，哈利路亚！一起唱。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说。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再次，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等一下跟着我一起唱好吗？神的子民，嘿，神的子民这样说 ，Come on。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嘿，我是蒙福的子民。哦，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大声点，我有气息要欢呼，嘿，不停赞美来跳舞 ，Come on，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嘿，得胜都因主耶稣。更大声了，不停赞美来跳舞，嘿，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一起说，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更大声，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 ，Come on， 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嘿，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赞美 ，Come on。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神的膏油，我们一起说。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大声地说，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的声音。
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我们一起来到他的宝座前，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永远属于你。万口，万国，万口，万邦，穿着洁白衣裳，我们前来向主歌唱。我们献上，我们一起说，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我们再次从头来唱，在他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在你的同在里，我们可以一起高举双手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扬声敬拜，他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歌颂爱我们的主。颂赞不停息，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昔在、今在、永在，万事尊崇爱戴，唯要诉说你的爱。我们再次用更多的来呼求，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我们全心全人全意的在他的圣殿来敬拜他。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所有，献上我们的所有，荣耀都归于他。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歌颂，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一起来说，我们的声音诉
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我们是蒙恩的，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做祷告，我们来向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向他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的祷告。不论我们前面的道路有多困难，我们都因他的爱，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连接，能够得到他的怜悯。我们来寻求他，求他使我们每个人可以有更勇敢、更坚定在里面的心。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伤担，因你是我心肠的像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们一起来。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你赐下神力，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再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来呼求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他这时候可以跟我们同起同坐，让我们跟他一起。我虽面对苦难，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伤担，因你是我心肠的像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愿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都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神力，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
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再次闭上眼睛，我们再次自己来向爱我们的主耶稣来祷告，好吗？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我们再次来向他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不论是在课业上面，在工作上面，我们所遇到的失恋、遇到的困难，我们都向他来开口，来扬声来赞，来向他来诉说，将我们心中所有的软弱都向他来说，求他赐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我们一起说，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我们一起开口来说，我们开口来唱。他的爱使我们生命得坚固。我们大声来说，我心依靠你，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不管前方，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是的，主，你的爱会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无论我们现在遇到的是喜是悲，都有你的带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得享平安，让我们能够在遭遇试炼、遭遇患难，我们不绝望，因为我们有盼望。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求你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呼求，从心而来的祷告。求你来垂听，也求你圣灵此时此刻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做进来我们里面，使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面最重要的帮助。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荣耀，全部都归于你。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用新的诫命来告白我们信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傲，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招待同工来进行奉献。
们一起献上感谢。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要为过去一年主所赐的恩典献上感谢。我们要特别为所有以蒙回应的祷告感谢父神。我们过去一年所经历的，都是在神手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求父神让我们在2022年中有新的恩典、新的信心、新的启示，以及新的突破。圣灵大爆发的恩膏要临到我们，新酒、新油都要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在新的一年，要蒙更大的恩典。在新的一年里，心意更新而变化，更加爱主，叫我们更多倚靠主、亲近主，更谦卑的与主同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报告。请我们一样为我们肢体，我们有代祷事项当中，我们继续为他们的一起为在祷告中彼此互相纪念。那今天我们爱餐后，我们有进行全教会的岁末大扫除。那请我们的团契会长留意我们总务部的公告。那你分配的区域扫除工作区域，请大家就是我们同心合力我们一起把上帝的家、把教会里里外外我们打扫干净。再来这个主日就是今天下午2点，建成篮球队要进行年度选秀。那愿主赐福保守我们篮球福音事工是我们也希望借由篮球这个篮球队呢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慕道友来到教会亲近主。那各团契会长请负责将和会手册资料要有2021年事工报告及2022年事工计划及财务报表，在这个礼拜前要交给干事会诊以利我们还要校对，还要编印，还有这个和会手册。到时如果有要拿纸本的话，要请大家要登记，登记我们就会有把在和会时你就可以有拿到整本的和会手册。那再来就是我们从这个月开始，这就是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联名，就用个人的奉献袋独立编号那请大家配合。那岁末扫除后，有这个下午1点有情社团契聚会，主题是漫谈之夫妻对话。那再来是大家就是本来很期待的青少期冬令营因为也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那小心起见，所以决定就是要延期那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希望我们早日台湾不要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以上报告。那我们现在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但以理书2章17到23节。但以理书2章17到23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
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20节，但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呀，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引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家讲到的题目是赏赐生命奥秘的上帝。我们把时间交给易杰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知道现在疫情很严峻哈，跟去年在5月爆发。那原则上，我们就按照中央的规定，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害怕。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还是一样继续有爱餐，那我们都每个人自己的卫生，然后轮到要打疫苗的就去打，该打第3剂牧师前2天已经有打了第3剂，我们就按照整个政府的防疫政策我们来走。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有时我们好像那个浪子，执意要来离开你，走自己爱走的路，如羊偏行己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你用那深高长阔的爱来爱我们，因为你的话、你的灵亲自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赐下安慰，又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经历赏赐生命奥秘上帝你那无限的爱。同心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1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消费的世代，消费的价值观让我们只看到生活上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许多数字上面的需要，因为这些的确和我们有很大的相关。牧师不是生长在外太空，也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平行的世界里面，无法否认这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这些数字，对我们个人真的有很大的影响，确实也很重要。但是在我们人的有限的生命中间，如果我们稍微想一下，人再厉害，可以活得多久？50年、90年，甚至你可以如圣经故事里面，最多可以活900多年。现在应该没有人了。其实，在上帝的眼中，就好像一个夜晚一样就过了。一转眼间，要是这样，如果人在世上只有在意这些事情，那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上帝赐给我们世间人有2本宝贵奥秘的书，圣经跟大自然。上帝透过他的启示，他的创造的中间，要让世间上的人看到，他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对我们人有无限的爱。但是如果我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当我们离开，我们在礼拜堂当中唱说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走出礼拜堂，我们对世界的感觉跟其他未信者其实是一样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可惜。今年在长老教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就是马偕在台创立长老教会150周年。在马偕的日记当中记载，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除了引导他的学生读圣经、吟诗，他也常常带领他的学生到对面的观音山、淡水对面的观音山去看花草植物，甚至晚上在欣赏日月星辰。
牧师这次回金门故乡，金门现在很遗憾，就是以前是满天星星，但是因为苦日子过久了，现在金门富裕了，3步就一个路灯，真怕摔倒，所以然后就光害很多，星星就越来越少了。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很可惜。我要讲的是，我爸爸的门口就有一个开心的农场。其实他已经种很多年了，往年我都没这么感动，今年特别的感动。他在他的开心农场，大概是我们教会的我们礼拜堂的1/3，他种了10几样的蔬菜。我这次回去好感动，一点点的土，萝卜就长出来了；一点点的土，四季豆就长出来了；一点点的土，高丽菜就长出来了。而且种子这么一小颗，种到土里面，竟然可以长得出来。我爸爸是拜拜的，我就说，哇，我不好意思在他面前讲太多上帝什么，他也听不懂。我说哇，真的好感恩的，你看这样一点土就可以长出来了。他说对啊，老天爷都给我们很多饭吃啊。他们有时候比我们认识我们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还多。这个礼拜非常的寒冷。昨天开始有太阳，牧师就到顶楼去晒太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深的感受。主啊，我感谢你，在这样疫情当中，在这样寒冷当中，你竟然让太阳绽放出来，温暖我们每个人的心，也让我们知道你真的都存在。今天敬会长老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但以理从内心发出对上帝颂赞的诗歌啊！当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一段美好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很自然的从内心深处涌散出赞美。最近我们教会第3年长、第3年长，93岁的一个翁阿嬷。就是只要每次有人受洗，他就会送一个红包的阿嬷。在过年前，12月22号，他住院，其实非常的紧急，医生都出血都止不了。我们迫切的祷告，感谢主，他在前2天出院了。我跟牧师那种心底，跟小会员，我们那种心里非常的高兴，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从美国回来，其实准备要举行丧礼的啦，要举行丧礼的。我们感谢赞美主，看到上帝医治我们这个老姐妹，看顾她。但以理这段赞美的诗歌背后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从但以理第2章一开始就记载了一位大的人物，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在当初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他所拥有的权力比现在。不管是那个集权的，我们对岸的，他都大很多啊。现在领导者可能偷偷的做一些事情，那个时代他不用，他可以决定一群人的生跟一群人的死。他享受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但圣经却这样记载这个样的人，他的心里面没有平安，他心烦意乱。他甚至怎样没办法好好的睡觉。原来睡不着，在现在是什么？我们常说没钱没势的人啊，反而会睡不着觉啊。原来有钱有势的人也会睡不着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好睡没烦恼的人是很幸福啊。牧师在场调查一下，晚上很好睡觉的人请举手。哎呦！大家看一下，不多嘞，2、4、5个人好睡而已嘞，其他的人呢？佩仪，你那么年轻，所以能够睡觉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觉得？你看这个有钱有势的人也睡不着。尼布甲尼撒他虽然有大片的江山，一定有美人啊，然后很多的有智慧的部下，包含但以理。然后有千军万马，但他是因为梦的问题，这个梦就困扰了他，一个梦就让他跌倒了。他常常从梦中惊醒，
梦中的情况让他害怕，所以经文说，他就非常的生气，下令所有他们国中的智慧人要把他除去，除非有人可以跟我解梦。当人理智全失的时候，会做出很多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尼布甲尼撒的反应让我们知道，当人对存在这件事情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有时候就好像一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中漂流，你不晓得你要去哪里。其实我们现代人有很多这样的毛病，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很多的忧郁症，很多的精神有问题的，他真的不晓得他去哪里。当人对存在这个事情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会想尽很多的办法，可能透过地位、民生、财富及权柄上面的追求，控制一些东西。可是，当一个人得到越来越多、爬得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可以羡慕这个人，说他透懂啊，他稳，他 OK 的，他一定没烦没恼。真的是这样子吗？当一个人得到越多、爬得越高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深处会有越大的空虚涌出来，很不安全感。这个时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是这样子，所谓的高处不胜寒啊。年纪比较长一点，我不晓得你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爬到你觉得很高的时候，突然觉得很空虚。就是你努力打拼你的人生，可是你的过程当中，你突然有个念头跑出来，就是说，生命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明明我享受我自己在很努力，然后得到的成果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这些东西有点虚虚假假。我不晓得在场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哦，不要棘手。牧师以前就是常常有这样。明明我们这个月的公司破年度好几年的记录，然后那一天很开心的庆祝完之后，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空虚，好像很不牢靠，稍纵即逝，好像觉得最终一定会怎么悲剧来收场。当这样的时候，人只会用更多外在来装饰内心的惊慌，继续很无奈的往前走。今天的经文2章17到17节，尼布甲尼撒遭遇这梦的一个困境，其实是我们人内心最深处终极的一个问题。人常常觉得凡事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人的一生的问题一定有办法解决。可是我们从经文知道，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他又有很多智慧的人在他旁边。但是他还是没办法提供答案。我们是否意识到，原来世上的有权势的人，其实有智慧的人，他们还是有限制的嘞。其实人所受的限制，超过我们所以可以想象的多又多啊。原来人生命最终极的问题的答案，没办法在这个世上找到答案。也没办法透过世上的一切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那最深层的需要。今天的经文17到19节，来 PPT 换一下，17到19节。但以理遇到这么困难，他回到他的居所，他将这事告诉他3个同伴。这边可以我们看到是一个信仰群体，他告诉他们同伴，他们就一起祷告，求上帝施怜悯。将奥秘告诉他们，上帝就在夜间将这个奥秘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就赞美上帝。从第1章，如果没有跟着新眼光读经在走，我们知道从第1章开始，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他们坚持他们的身份，什么身份？是上帝子民的身份。但以理他们也是跟着被掳从耶路撒冷。一直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些人，他坚持他的身份，他不吃祭拜过的食物。
在那个当时候，其实是非常勇敢，因为他的决定可能带来杀身之祸。但是但以理他对上帝的认识，他知道上帝是真正的上帝。怎么说？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超越那个时代的一个神明的这个上帝。他有信靠的信心，他相信上帝会与他同在。从经文我们知道，在第1章我们知道，上帝感动他周边的人事物。其实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你常常觉得路走不通了，怎么突然路就通了？或者突然有一个人帮助你，有人跟你讲什么，是不是？但是我们有人觉得是很偶然的啊，那个没什么，就是本来就会发生。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志梅牧师也分享过很多在我们家里生命历程，上帝就感动某某人拿钱到我们家，啊，牧师1次而已，可是不止1次哎。因为甚至上帝也会感动我们去做什么。不管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的家庭上面，如今危机临到的时候，但以理的行动会成为我们现在目前信仰的一个典范。但以理没有试图用他拥有的智慧跟才能，以及他去寻找世上的东西来帮尼布甲尼撒王来解决这个梦的问题。他第一个做就是他们信仰群体里面，他们就祷告。我们那天知道欧南阿嬷12指肠出血，然后医生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血找不到止不停，我们只能迫切祷告。我们在教会的前代祷网里面，我们就迫切祷告。就像这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一样，他们在第一时间同心祈祷，祈求上帝的怜悯，因为连医生都没办法。而且，其实牧师可以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欧南阿嬷送去急诊的时候，前20分钟吴安。祥安也送到马街急诊，我刚好进去，然后我要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让我耽误了一下，我才看到，欧南嬷怎么也送急诊进来？好，之后就住院嘛。过几天，淑慧姐也住院，那牧师没办法进去看，那每一个人就一个人陪伴，然后淑慧姐跟欧南嬷又住在对面。然后淑慧姐的先生就是翁哥，就可以就近照顾翁南阿嬷。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上帝有他怜悯，但以理他们也希望说，赏赐生命源头的上帝，没有他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他也相信上帝一定会把这个奥秘指示给他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我们信仰里程的一个过程当中，常常面对许多的试炼。今天的诗歌，牧师非常的感动。我们有人会当作试炼，有人当作是你的危机。其实有时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每一个人的试炼都不一样。有的人生命当中他的自尊非常强，他非常爱面子。他非常爱比较，他讲话就是喜欢伤人，有不同的问题。很多人来自原生的伤害，你可能不知道，一定会有，在你的内深处你不知道，所以你会常常突然就脾气不好相处，但是你也不晓得为什么。有人可能在工作上面有许许多多的情色、金钱上面的诱惑。上帝会常常透过环境，甚至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的当中，以及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调整，将我们生命上的一些刺拿掉。危机反成为我们信仰的试金石。每经过一次的操练，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会更前进一步，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也就会越来越大。牧师，我们不是都认识同样一个上帝吗？是啊，可是你跟我认识的上帝不一定会一样哦。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信仰、信靠的程度，我们就玩过游戏嘛。你敢不敢眼睛闭起来，然后就交给一个人？啊，如果现在是子瑜的话，我敢交给他；如果其他人，我可能不敢。
因为我知道子怡不会害我，我是他爸爸。那可能其他人可能会害我。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果越深，你的信靠的程度就会越大。而且上帝会透过我们，就像但以理一样，不只将救自己的性命，他也解决王的问题，拯救那些外邦的智慧人，在他们当中见证上帝的伟大。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旅程当中的试炼，让我们信仰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会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做见证，我们会成为那个光，成为那个盐。这样的一个见证，其实在我们教会非常多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不说。其实像我们浸会长老，其实在职场上面也有很多的见证啊。他们本来是合伙开的，几十年的，后来股东说要离开嘛，然后他就要统包下来了嘛。然后他的股东就有一种很靠税的跟他讲说，浸会啊，以前我们有在啊，那现在我们不在啊，你不要那么多心力投入在教会啊，你要更多投入在这个安亲班啊，不然啊，你的安亲班会垮掉。但是浸会长老不为所动，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他一样在教会里面，他在做他的服事，热心在周间的关怀祭典。上帝没有不好嘛哈，安亲班没有不好嘛，比以前他们股东在的时候还更好。这个样的试炼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的事，牧者也一样会经历到。尤其在牧者在转换教会的时候的挑战就更大。记得4年多来到建成，人生地不熟。郑梅姐打电话希望我们来建成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建成，我也不晓得建成在哪里。对这边人生地不熟。虽然我跟志梅牧师有属于我们自己学习的神学跟圣经，还有我们许多的生命上的历练，但是当受呼召来到我们这边有150多个人，在都市里面也算不小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们非常的担心跟害怕。然后教会也有3年多没有牧者，那教会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教会要往哪一个方向？感谢主，初期的那段时间，牧师之前有分享过，上帝感动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侄儿还读日新国小，他去读完日新国小之后，我们2个就跪在这边读经祷告，我们祈求上帝赐下建成教会、牧养建成教会的意向，而不是我们自己要用我们过去的知识才能来牧养建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建成有意向，我们不用每年改主题。这个意向就是上帝在我和志梅牧师在建成的一天，我们就是朝这个意向，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建立荣耀上帝的教会。我们就是朝这个在走。这4年多来，感谢主，我们路真的没有走错，很多弟兄姐妹也成长，我们教会也成长，也成为社区许多人的祝福。接续但以理书20章到20节到23节是但以理对上帝赞美的诗歌。当但以理得到上帝所启示的奥秘、解决问题的办法跟试炼的力量之后，但以理下面的行动又成为我们另一个信仰的一个典范。但以理没有因为得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就很骄傲。某某人是因为我的祷告，他病得医治。有时候我们会常常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啊。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并没有属灵的骄傲，他反怎么样？赞美，从内心涌出来赞美上帝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也一起来赞美上帝。从21节到22节，21到22哦，请。他改变时候，日期、会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直到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但以理知道上帝是历史主宰，以前在，现在也在，他也相信他未来都在的上帝。智慧来自于上帝，上帝也愿意将他的智慧、聪明给我们在场的每个弟兄姐妹啊。但以理有办法处理王梦的事情，也是上帝给他的智慧。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是按着我们心意啊，我们希望我们走这一条啊。可是上帝给你智慧，要你这样走，你就偏不要。但你也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在暗中隐藏的事情，不在上帝面前显现的，因为上帝就是光，并且但以理知道，上帝是历史中审判的上帝，他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但是他也是在历史中按他的计划拯救人的上帝，以至于我们现在才可以被拯救。当但以理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越来越谦卑，因为他知道人是这么的有限，就好像沙子一样。有办过告别式，火烧完之后就是骨灰，就好像沙子一样。若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没办法一刻站立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但以理他接受上帝对他一生的安排。我们看很多的王变了，国改朝换代，但以理一直都在，上帝与他同在，以至于他从内心发出对上帝赞美的声音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当我们走在光的中间，我们就不陷入在黑暗的当中。2022新年新希望，感觉上好像一开始就很紧张。但牧师盼望我们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不管外面怎么在改变。2022新年新希望，不管我们的生活是喜乐不喜乐，那个都是上帝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试炼啊！我们都要赞美上帝啊！不可能天天好日子啊！在不好的情况当中，你可以看到很美的环境啊！上个礼拜是牧师跟外国宣教师马一汉牧师，我们去有一个灵性的一个旅程，在阳明山上，下面好天气，一到山上上去，开始整个起雾，哇！他说感谢赞美主啊！但在阳明山的台神，他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就是天气不好，上帝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啊！感谢主。盼望我们能够依靠上帝赏赐生命奥秘的上帝，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心身体深处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只要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这首歌《你的爱》。我们生命虽然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在面前，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美好的一个带领。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肠的像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神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
起初，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最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不管前方，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不管前方，哈利路亚！不管前方，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赏赐生命奥秘的上帝，愿你当初感动但以理的灵，如今一样加倍感动在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依靠你，勇敢面对我们未来的挑战，享受有上帝同在的平安喜乐，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可以胜过一切。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扶持，帮助我们不管得时或不得时的时候，都能够依靠你、赞美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嘿，一起拍手！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唱出来好吗？求主使用我，差遣我。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更大声拍手 ，Come on！ 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一起来，和大声说，和大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欢迎你们 ，Come on！ 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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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大声点！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后面的，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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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礼拜在这里结束。